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暗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今日来到一个拍片的现场，拍这个片呢，甲一般的拍片同款嘛无同款，而且咱要来了解，就是专门也有咧拍到同志影片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创办人有一个无同款的人生，但是希望要透过这个平台影片，要甲大家来沟通，来因的族群甲咱。其实是同款，拢是地球人。哎，我来了解咱的创办人 J， J， 你好，你好，你好。今晚咧。即个拍片吼，咱来行较远的，卖个差点。来，我们行一段。对，我看这个拍片哦，这个戏组已经是甲一般这个戏组已经是规格是差不多安尼。加起来差不多60个人啊，60几个人啊。哦，这是正规的拍戏的，这个。是啊，当然嘛是正规的。哦，这不是讲迄个网络这个网情安尼吼。对。所以那。应该来照我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理解吼，要按照正规的这个剧组，规班人落去翕，就应该你后头的这个收益，应该是会当相当，你才有通创这嘛。有当时爱拄一个啦，吼，爱拼一个，爱拼一个，嘿，当然嘛是爱算好啦，莫讲讲拍一片了就拢无啊。因为恁安尼拍，即马已经是第61个原创啦。咱即摆这个剧组吼，是咧拍什么作品啊？这个作品呢是第一届，阮伫高雄翕，吼所以这届有高雄人、高雄人，个高雄观光局的补助，嘛是跟华纳唱片、华纳音乐合作，去跟泰国的一个足大的制作公司，合拍合制片安尼，是阮史上头拄讲，阮拍到61部迄个原创片嘛，这是阮史上规模上大的。所以头拄仔讲，真诶足侪人伫遮，搁伫高雄翕，搁伫台北翕，搁有为迄个泰国飞过来诶演员，迄拢是完全，阮希望以后会使行诶原创作品，就是跟世界各地诶精英一起合作，甲好诶所在，毋是干咧台北尔哦，南部嘛是，中部嘛是会使甲伊放入阮诶作品内面安尼。甲在地有接。而且佮国际有接，甲这个经验会当定型起来，恁当伫内面合适，甲外国人咱来记者，整个剧组咱来看这个剧组甲一般正规的这个剧组已经有淡薄无共啊。这是一个迄个 BL 片，我想解说一下，头拄仔就讲即嘛有2个男主角徛伫遐，吼。差不多这样可能是8点档看来无相共，一男一女安尼，所以阮今晚咧拍一个正港的 BL 腐女的作品安尼。是，这哦，这观众朋友可能无啥了解 ，BL 这2字是啥物意思？咱小互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BL 就是一个类型的作品吼，这差不多20年前为日本漫画开始发展出来，即马就是做这 B 是 boys，L 是 love， 就是 boys love， 查甫的爱，查甫的爱，查甫的罗曼蒂克的8点档剧，你才安尼想。你较老，你专业的，查甫人的要安怎谈恋爱？其实蛮，即我感觉对着一般毋是。同志的人来讲，嘛是新鲜的。毋是主持人，这 BL 毋是敢若同志咧看尔呢。即马大部分阮的观众咧看 BL 剧是女性，毋是敢若台湾咯。阮美国是阮上大的市场啊，市场啦，个澳洲啊、亚洲啊拢是。所以这个同志片呢，即马毋是敢若互同志看尔。所以你的意思是讲，这个一般的女性，也许伊可能是。异性恋是啊，但是伊看迄个同志片，伊看咧做欢喜，看咧做欢喜，做满足的，伊会当满足伊满足的，对啊，这
其实嘛是这种发现吼。咱哦来去别位吼，较莫个交叉。好，系，咱就继续讲。咱头一直片场吼，我惊共交叉着啦吼，所以来个遮较安静吼。这你甲咱讲看觅吼，你开始会去想着做着这，我相信我知影记载顶头吼是写了真长啦。你对学生时代，伫美国的时代，你就开始咧办同志的影展，是安尼吗？一步一步安尼办，嘿，甲我喜欢的电影放互我想要邀来看电影的朋友，吼，啊个学校的其他的，可能是看到这电影以后，会对同志较了解，特别是亚洲人。亚洲人，嘿，你迄阵你甲咱讲看觅吼，迄阵时你是大学生，伫美国的大学生。是。啊，你办影展，我相信迄阵时嘛真侪大学生有咧办影展吗？还是讲较罕？真正爱讲起来，迄毋是影展啦，就是真正我伫大学的时阵有加入一个同志的迄个社团，敢若社团共款。社团啊，感觉社团，阮若是看外口的一寡无介意阮即个社团的人吼，来对话，其实用电影吼来甲因放电影，做沟通安尼。来沟通安尼是上有效的。啊，另外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迄个为亚洲来的电影放互住伫美国的，伫美国土生土长的亚洲的同志，其实因看了是会对家己的认同阁有信心，因为本身迄个同志就是少数嘛，啊，足侪亚洲人伫美国阁是少数。哦。嘿，啊，所以足侪亚洲人伫美国，因还未去大学以前，可能是伫美国的细小城市啊、小镇迄个大汉的。啊，拢是互足侪啊，迄个互动的人，大部分拢是白人还是黑人，足少看到亚洲人。啊，我拄啊好是因为10岁就移民到美国去，啊，移民到美国去，佮常常有看台湾佮亚洲这文化，迄个保持一个联络。啊，所以我感觉放这电影来看，其实会使帮助足侪人对因家己啊，对因这个社群的了解安尼。哦，所以会使我会当安尼整理者，就是讲你有感受到讲即种 double minority。哎，对 ，double minority 就是安尼。即种物件，所以对着自身的认同，即个认同两个参数，一个是性别的认同，一个就是族群的认同，对，所以你开始在即个社团运动了后，你的体会是讲亚洲人，不管是对台湾人为核心，乃至到譬如讲泰国、越南，还是即个彼此之间。又搁透过同志权咱拢有即个性别认同的某种议题会关心。刷来，互你在毕业了后，你有安怎感受讲我即个经验，还是讲有个人做事业是安尼啦，无张无弛就落入来。还是讲有个人是讲我有志一同，我要一直行落去。你是倒一种？我拄啊行到中吼。迄个伫美国看足侪同志的亚洲片了，我感觉除了做一个观众，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足有效的工具，来沟通。啊了咧，我就慢慢来去了解这个导演啊，有机会，因为我读册时阵伫伯克莱、旧金山遐，嘛是常常有一寡外国的导演啊、制作人啊，有一寡论坛，会使去跟遮的人做接洽，啊，愈来就愈感觉讲，其实我会使甲我所读的物件，所学的物件，有可能有一天会使甲伊转变成幕后，你本对是影视的专科吗？毋是，我是读政治经济，个德文。啊，毋过我迄个伫美国，即读了，我去法学院。law school。啊，我真正是伫法学院的时阵开始感觉讲，我所学的物件，其实会使甲伊拢甲伊转转去即个影视的即个领域。啊，所以伫我法学院的时阵就开始公司法啊、智慧财产权法。尤其要签约啊，创啥物？这是真好的一种。我一边读，一边就参加足侪电影相关的活动，有机会就熟悉愈来愈侪。独立的导演啊，独立的制片啊，独立的制作公司安尼，所以两边拢安尼并行进行。
啊，毋过我到最后迄个毕业了，我嘛毋敢讲直接跳入去做影视产业啦，因为迄个法学院了，迄个学贷嘛是足济啦。啊，如果爱想趁一寡 student loan，student loan， 啊，就是慢慢啦，迄个我学的物件有伫律师事务所，真正去证实我的能力。啊，我真正专家影视产业的时阵是伫法学院的时阵，熟悉着一个新加坡的迄个动画导演。啊，伊迄时阵住伫美国，啊，毋过新加坡的政府足想要甲伊挖转去，迄个来到新加坡，希望伊会使伫新加坡做动画，啊，甲这个产业提升起来。啊，我做伊的法务，啊，我做伊的财务，啊，哪看安尼？啊，愈看变成讲，伊就有一天就邀我做迄个创办人之一，啊，就是这个契机，我为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啊，佮倒来甲亚洲安尼。我真好奇就是讲，这种同志的 OTT 这种平台，对后场看起来，甲咱一般的这个 OTT 的后场看起来有啥物不同？因为我看讲，你初开始来创办的时候，你讲看到真侪腐女是恁的迄个 fans，这安怎讲？其实想讲做一个 OTT 啊，对足侪人看起来，介像是一个做起笑人来做的代志，吼。啊，当初真正嘛是真正起笑，还做这款代志。因为是讲2年、23年，我敢会去做这款代志，我绝对袂做。啊，其实迄个时机嘛过去啊。啊，毋过我想会做一个给同志，吼，啊，佮给腐女。一开始是同志啦，啊，即马还跟咱同志佮腐女的迄个平台，就是因为我2014年的时阵，其实我已经来台湾迄时阵差不多10年啊，啊嘛是到70岁啊。啊，我一直咧迄个评估讲，我到底是迄个我的事业。要为对一个方向要行落去，是留伫台湾啊，好好甲我关心的代志做来，还是讲放弃台湾啊去大陆去加入大公司啊做规模搁愈大的代志啊，可能迄做的代志，迄个会趁足侪钱啊，毋过对我来讲可能是迄个生活的方式啊，生活嘿啊，心灵上无啥物连结啊，到尾其实上重要，迄时阵留来甲台湾的时阵。是因为我甲我父母亲出柜，伊个接受我，我迄年嘛开始做影展，酷儿影展，做这个酷儿影展嘛是感觉，这个心灵个事业个对社会，这3物件介上拢做咧做稳的，做顺的，感觉做我代志会使趁着钱介好。啊，个迄个会使感觉有这个成就感，对于这个社会有留一寡什么物件，真正做对我来讲是比趁钱更重要。所以这个影展就一年搁做落去。一开始为台北，搁台北搁高雄，搁台北搁高雄搁台中，搁迄个串甲迄个亚洲其他影展去做伙。我听到足侪人伫台湾搁迄个亚洲的声音讲，你做这个代志真正。迄个贡献足大的，当时会使甲这个影片来甲马来西亚，来甲印尼，变做互你摇起来。对，我就其实敢有可能会使做甲安尼，就好好去评估，好好去讲，即摆的技术敢有可能会使真正伫台湾做一个这个平台，提供这些影片，这些普通时别个所在看袂到的电影，互逐个人，所以就真正迄时阵就是有互一个。足大的，嘛袂使，毋知要怎形容的力量啦，迄时阵毋是真正评估讲，敢袂使趁钱啊，真足啊，啥辛苦啊 ，BP 无写甲真少啦，就直接安尼跳落去做啊，嘿，真正迄个做咧蛮辛苦的啦，我想你知影，伫即个串流平台，真正即马做咧较好的拢是足大的公司，像 Netflix 啊、HBO 啊、Disney。毋过好处是，咧做这个平台，我嘛是感觉足侪观众，政府，特别是台湾的政府，甲同事们，嘛是，互我足侪力量啦。这完全毋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代志。就感觉这在这条船上是愈来愈侪盟友，迄个愿意进来，组织起来，
啊，这个壮胆我的迄个信心，信心。啊，即马迄个这个平台已经来到第7年啊，嘛开始趁钱啊，嘛是各愈感觉这个影响力是帮助甲毋是同志尔，就是你讲这个妇女啊，特别是阮2022年的时阵变成一个国际串流平台，会使透过这个平台，互愈侪想要了解亚洲的文化的电影，拢会使来透过阮这个平台看会到足侪，毋是为台湾尔哦，阮即马70%的电影是来自于亚洲，毋过毋是干那台湾尔，嘛是日本、韩国、泰国，甚至于大陆。所以阮即马感觉这个嘎嘎乌拉拉，毋是干那一个同志的平台，真正是一个亚洲内容的输出，甲全世界。所以时间上上，我感觉阮即马在挑战的物件是个愈大，是甲西方跟东方的文化 bridging， 做一个更广的一个 bridging。你应该是当初是拢无料想的搞。有忙着啦，忙着啦，有这个希望啦，对，有这个互你忙着哦。但是你甲我讲，你即摆已经开始 balance， 这个财务的困难开始这咱拢有当料想的搞，这趁钱啦你敢有想讲因为毕竟这个是特殊的族群啦，这毋是咱全部社会每一个人拢安尼做这项物件的时候，人讲我这高门独市啊，应该是会赚啊，但实际上应该毋是安尼吧？对。你安怎想的？因为我知影，譬如讲有迄个真济，譬如讲咱台湾上早差不多60、70年前伫迄个台北的国宾戏台后面迄种一抓。迄种 LGBT 的族群因迄种细间迄 bar 啦，还是卡拉 OK 啦，sauna 啦，就遐开始传起来。但是你讲要叫伊要扩大、要趁钱、要延续，伊无啦。伊就是家己兴趣，就做安尼一世人。我嘛有熟悉即种，甲即马70、80岁伊嘛是无讲生活会得过，但是伊的事业较无安。你认为你做这道上后尾会行去倒一个点？你敢有想过？有啊，对，像讲主持人头拄仔讲的啦，迄个这个文化嘛咧变，这个受众嘛咧变。我的意思就讲，像讲20年前，我当转来台湾的时阵，我有去参加台北的同志游行，概像是2004年，迄时阵真正伫马路上行路的人，差不多3、4千个人，足侪人拢迄个戴着这个面具来隐藏家己的身份。今年呢，台北的同志游行差不多有20多万的人，毋是干那同志尔，足侪异性个家庭，个政府足侪人嘛伫遐共商盛举。今年伫高雄嘛是办一个规模史上上大的同志游行，差不多有500个人，就是阮厝对面的迄个奥子里公园伫遐办。所以我的意思讲，大家人对同志的接受，个同志的内容、同志的故事的接受，就变甲真包容啦。像讲今年迄个台湾政府迄个派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一个同志片，就是《鬼家人》这部电影伫台湾的票房嘛是做得足好的。就讲迄个人选之人伫 Netflix 都成功。内面嘛有这个题材。迄个女主角就是一个女同志所以我的意思讲，即马大家人可能是讲选择要看什么影片，要选什么作品，不是讲这敢是一个同志角色，还是一个同志电影？因选定讲这演员敢演得好，这个故事敢好看，我感觉这就是我望到的一个未来，就是讲这个平台以后看的观众，不是敢若同志尔。嘛，毋是干那妇女尔，希望讲，阮以后会使拍片，因为我嘛毋干那买，毋是干那买尔啦，我们拍做一片，今年已经有60几部阮会去片场，你有看到，是迄个规模跟制作，一个提升甲，做一人拢会使来享受，来迄个介意阮的作品安尼。
阮即摆咧做一寡代志，特别伫外国，就是甲阮即个平台，毋是干那讲人来阮的平台较看得到阮的作品，我嘛是做大方的去看，搁愈大的平台吼，甲阮的作品送出去安尼。啊，希望这愈来愈侪人会使因为看到阮送出的作品，若是搁要看愈侪，会使来甲阮加有啦啦安尼。阮伫泰国、伫菲律宾，啊搁伫美国，即摆拢是用这样子这款的政策来去扩散。到目前为止，你讲有竞争者？讲啊竞争者，听起来介绍，若是我甲这个答案讲出来，大家讲介绍拢我来讲一寡很荒谬的话。啊，毋过即摆 BL 这个类型就是全世界足侪观众来看，特别是女生啊，即摆像讲旧年啦，还是今年嘛好，亚洲啊有做差不多250个 BL 的影集来自于阮拢想会出来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泰国啊来抢这些作品的人啊，他们抢来抢去的，就是有一寡大陆的较大的平台，像讲腾讯啊或者爱奇艺啊。我毋是讲因是阮是伊的竞争对手，因比阮足大的嘛吼。啊，毋过有一寡迄个内容抢来抢去的竞争对手，经常就是这几家公司啦。啊，搁一个美国一个迄个乐天有全投资的迄个。乐天嘿。啊，这你家己想看卖讲，恁的内容甲因会比拼的。阮是希望讲，甲竞争对手拢可以变成好朋友对啊，所以即摆我嘛有甲物件卖互腾讯像讲阮今年拍的男生配台湾第一个男同志的实境恋综节目，我嘛是卖互腾讯呢透过因的平台 VTV 和迄个菲律宾跟泰国的观众会使看得到所以我应该甲头拄我讲的迄个答案个收转来啦。我是感觉有一寡观众会去看阮有的作品类型的迄个观众，毋过我希望大家人拢会使感觉是即马这个市场这个这么的分割的市场，阮随时随地拢会使作为连友盟友甲好的物件，互愈侪人看会到安尼。所以你做了应该算20年。捷德应该差不多明年的爱迈进第20年啊。20年这20年会当然因为数位发展串流技术的这个进展互恁更加容易会当甲世界各国的人来沟通这经营者来讲对恁来讲我的 OTT 的平台真侪人就想讲，我会去更较大的这个平台，譬如讲 Google 平台、Facebook 平台、啥平台去食去。Google 跟 Meta、Facebook 的母公司拢是阮的好朋友，因为阮拢爱靠 YouTube， 靠 IG， 甲脸书，甲阮的迄个短片相片文字传达互世界各地的人所以。完全毋是讲有迄个压力，阮足感谢因的我感觉像讲 YouTube 嘛是一个无相共的通路无相共的机会我感觉大家拢在变因嘛是爱面临甲愈来愈侪无相共的竞争对手，比如讲 TikTok 所以因 TikTok 甲迄个 Google 跟 Meta 因有咧拼啦阮真正是足细啦所以。说就是有一个好处，讲因真正袂甲阮就是讲因是个竞争对手，毋过阮会使好好运用因逐个人会使帮助阮的好处，来甲阮家己壮大安尼。我会安尼问是真侪 OTT 其实是真惊这，我冇互你谈，我要家己独立一个 App，我一个 OTT 顶头，我上好来收会员，创啥，你敢会行这种路线？我感觉。第一，阮无讲有足侪条件安尼做一款代志。第二，这个甲阮一开始的初衷无相共。阮开始的初衷就是会使
一个啊牵手啊愈做愈大安尼啊，所以我完全是袂讲安尼哩考虑这件代志啦。因为这回家头拄好我讲的，我感觉做这个代志，毋是干那为了赚到钱，啊，敢做甲欢喜，做甲快活啊，做甲对这个社会啊，我这个讲这个社会，毋是干那讲台湾这个社会。对这个 community， 不管是影视产业还是同志社群，有这个帮助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嘎嘎乌拉拉是少数出海 OTT 嘛，啊，所以阮即马嘛是咧看台湾的政府啊，看台湾的其他的影视产业者讲，阮这个平台会使安怎看因做伙借用阮的通路。甲因的所在、因的物件，会使 content， 互别人看，还是介绍阮的盟友，啊，跟台湾的不同的影视产业来合作，安尼。因为这个世界足大的啦，无需要专注在一寡细一个计较，可能会迷失，甲整个 big picture 安尼。我会安尼问是因为这是假讲，就是讲真济。OTT 的业者吼，上拢是安尼想啦。我做了差不多了吼，看有人要甲买，我就规个买吼，包的好看，安尼包的安尼去做安尼。你会使看公司的路线啦，真正拢是一步一脚印，很扎实的，稳扎稳打。我希望这个 OTT 产业，嘎嘎乌拉拉还是捷德，还是阮的哈哈台，拢会使做长久、永久的生意，然后它的。那个寿命是可以很长远的，不关系讲要卖互人啊，还是人买啊，迄个初衷就是希望伊会使做一个 long term vision， 不是一个 short term solution 安尼。这个是我要点的大话，感谢。其实当时要生囡仔，不是讲要生就生，我们生囡仔爱经过足侪安排，足侪计划，足侪的钱。还使把这个代志变成事实，每一个过程拢有伊足侪挑战，但是有爱，就有爱想出办法，把一寡无相共的物件，嘛会使变成继续无相共，毋过彼此接受，无就是变成有一个共识啊。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转来到现场。我继续呢，要请 J 来甲咱介绍伊的 partner 吼。J， 你甲咱介绍你的 partner 叫啥物名？这是我的 partner 叫 Jonah。今年我是1月份为台北搬来到高雄。今年是8月份同我做伙目前是伫高雄定居安尼。so 本来是恁两个拢伫台北，但是你刷来高雄了后。伊然后半冬了过来，差不多是半冬。即摆会习惯未？会习惯啦，会习惯吼。头路啥的拢瞧好啊未？拢瞧好啊，拢瞧好啊吼。你按算讲安尼落来高雄，你敢有感觉讲以乡为主这种想法，还是讲大家互相协调？拢大家互相啊，对，都是互相帮忙，互相。协助的是，即摆囡仔吼，以前小一嘛，两个嘛吼，小二吼，毋就拢半工来，你跟观众朋友，你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林凯阳。所以你叫凯凯是不是？还是凯阳？凯阳是不是？不要这样子。来，你甲阿伯讲，你来这来，干嘛？来阿伯，来，阿伯叫你缀。你叫伊叫啥物？爸爸。你叫伊叫啥物？阿弟。弟弟嘛，吼，是。来，对啊好，我们在玩啊。我也要。你要对倒位？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字？凯毅是不是？所以一个叫凯凯，一个叫凯毅哈。不要了。你们现在几年级？2年级。2年级是不是？7年级啊？到底是6年级还是几年级？国中年级。
林泉国中1年级。好啦，我问你哈，你们现在都半天课对不对？那下午的课你们都是爸爸跟 Daddy 带你们来玩吗？对啊，是不是？啊，你们来高雄多久了1天。1天？哪有1天？多久了？你跟我说。你弄在公生球呢？你们还要开玩笑哦？有没有？有没有半年？有啊。有哈。啊，喜不喜欢新的学校？有啊，喜欢。不喜欢啊、哦？你们比较喜欢在公园玩，对不对？哈哈。好，那我问你哈，你们平常哈下午都在干什么事情？如果爸爸跟 Daddy 都很忙的时候，你们平常都要做什么事？看电视啊、哦？啊，你们最喜欢爸爸跟 Daddy 带你们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不知道。嘿嘿嘿嘿，凯凯，你说你最喜欢爸爸跟 Daddy 带你们做什么事情？像这样出来玩是不是？我问你们2位哈，他们现在跟你们刚开始，比如说4岁、3岁的时候，那个教养方式有上面不赶快吗？会有一些差别，因为他们比较会有自我的想法出现。ego 开始变真大呢吼，啊就咱2个其实是真歹溜了。其实会使讲，疫情的时间呐。好，迄时阵对足侪家长来讲，拢是足困难的代志。大条件，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拢有需要伫厝里教。啊，坦白讲，迄时阵伫台北的时阵所在小，啊2个查甫，逐工伫遐咧走来走去。哦，厝尾顶就会掀起来。啊，迄个线上迄个上课拢无专心，迄时阵是一个足大的折磨。哦，啊，毋过过了以后来到高雄。啊，有机会，啊，伊嘛较大汉啦，吼，啊，代志嘛较慢，啊，情绪会较知影控制，吼，愈来愈会使用讲话方法，下面达成一寡共识啦。哦，较大人会当计较啦。对。哦，无按3、4岁时阵吼，我家己有3岁外的囡仔，我就知影讲哇。虽然即摆因2个身家介像袂使受控安尼。嘿。我感觉还好，你若看到阮兜迄只，你就会惊。迄3、4岁吼，迄知识敏感吼。你刚刚讲一项代志，伊就是一定爱 A、B、C 安尼做。你若无照伊的方法做吼，伊就甲你拼命。是啊。我毋知恁迄阵是，比如讲换流珠啊啦，还是讲饲恁啊种啥，恁拢家己出手吗？还是讲有 helper 来斗相共？坦白讲，我有一个事业爱顾，吼所以，阮有请一个 helper 为菲律宾来，为一岁甲即马拢共阮带做伙，基本上好加载，嘛甲伊看成是一个家庭的部分的 family 哈，对，安尼好加载。当时有好，有当时有歹啦。迄个帮手呢，伊可能啥物拢爱帮忙，伊可能沟通吼，就是讲哦，安尼叫囡仔做，做歹叫的，就家己拢甲拢做好安尼，所以有当时囡仔可能。有当时阿公阿嬷嘛是安尼，拢甲代志拢处理好啊，拢无用无改免哪做，拢来。变做较无主动性，较袂主动性，较袂主动性啊！所以其实恁拄着的这个教养的问题，甲一般家庭是共款啊。我即摆听起来是安尼共款。啊，若是感觉，譬如讲是性别的教育的。性别哦，你感觉咧？性别的教育哦，是对一个方面的性别的教育。sex and gender 拢有啦。哦，若是讲生一个查某的，我会可能感觉讲性别教育有可能加较困难，因为本身2个拢是查甫的。迄个细汉甲即马伫不同的阶段，查甫的经过迄个。恁拢知，拢会使甲因讲，迄个除了阮2个做家长以外，嘛是有阿姑啊，嘛是有迄个女性的朋友啊，伊嘛是有囡仔啊，囡仔嘛是有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所以若是真正需要来讲较济，阮无讲很擅长的，嘛是有机会带别个大人来做伙做一寡教育啊。我本身感觉7岁尔，迄个真正爱坐落来甲因讲。
更深的那个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about sex， 还可能较早，慢慢来，较早。但是我讲吼，不管是同性的家庭还是异性的家庭吼，其实饲养子女拢是一个大挑战。除非讲你是感觉讲啊，反正就是猪生狗养猫带大，无就是爱普通。你自己你家己有做啥物自我建设无？比如讲，若是对着你家己的原生家庭，因有接受安尼，还是讲你经过沟通，即摆已经好势。都需要学习耶。对，因为每个家庭状况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碰到的时候很难。对，但是就是要尽力的去成长。对。这样一路走来吼，这样安尼一路行来。你感觉你有能力有较成长，有较 empower 无？该说耐心要比较多，对。家庭当中哦，夫甲妻的这角色哦，一般啦，阮是安尼，就是讲互相会互补啦。恁敢是互补的角色，还是讲恁有拢讲好讲哦无咯？这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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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就安尼协调过。就有时候觉得自己没办法的时候，会请他来帮忙这样子，然后自己就会先离开，不会说这个你负责，那个我负责这样子。无分啊真清楚啦吼。我感觉即马翁甲某嘛拢无分甲真清楚啊。有当下翁嘛是爱换尿煮啊，嘛会煮饭啊，嘛迄个无去上班，伫厝里照顾囡仔。阮两个较绝是，我伫外口拍拼的时间加较济，伊伫内面照顾囡仔的时阵。你嘛是 work from home 嘛，吼。对。所以你就爱较济时间爱甲因接触。不要这样子丢，好不好？不要这样子丢，好吗？人生敢若一个圆箍啊，吼，行，不管你是行咧偌远啊，行咧上后尾，都靠一个圆箍啊，吼。所以在恁的身上，我家己的感想是讲，不管你是倒一种人，拢会经历过这个过程啦，吼。但是嘛有真济gay couple， 或者 lesbian couple， 因无一定是讲爱饲养囝儿，恁会当互以恁家己的自身的经验，有这类似的问题，而且类似情景的人，有啥物建议吗？其实当时要生囡仔，唔是讲要生就生，我要生囡仔爱经过足侪安排、足侪计划，足侪的钱，才会使把这个代志变成事实。所以普通时若是当时要生囡仔，因拢真正拢想足清楚啊。可能足侪迄个同志要生囡仔，伊的年岁嘛较大。因为年岁较大，还有这个财力，还有这个准备做这款代志。足侪人即马，我感觉同婚了，愈来愈侪同志咧结婚，咧思考要结婚、要生囝。其实足侪时间，你敢若想讲，要安怎把这个囡仔摕来这个世界尔？是。足侪时间未去体验着讲生了以后，这个挑战是偌大，每一个过程拢有伊足侪挑战，这我可能是感觉我伫这个阶段，要希望甲较侪我的经验分享大家吼，其实无遮尔简单，是啊，不过一步一脚印嘛是足甜蜜，嘛有当下会感觉咁要俩讲啊，不过这拢是一个过程，足侪有一寡迄个同志甲可能生囡仔这个想上简单尔，伊敢若感觉上难的是甲囡仔生落来，我感觉上难的是甲生了当较开心尔。要饲养较麻烦。要饲养，甲18岁、21岁安尼，真正是一个好爱想清楚。我相信这部分是咱拢无共，都一样啦，拢共款。你认为咧？都一样，都差不多啊。对。你敢有讲有朋友开始咧考虑讲，我看你安尼遮幸福着，我嘛想要来一个安尼。应该不会有，对。但我会跟他讲说，会很辛苦一点，对。当然会有想问
问说，哎，想要有这样的生活，那我都会说，哦，你可能要很多的改变跟耐心。你感觉你婚后安奈至到讲有囡仔，这两个标志，这三阶段有啥物开始，有啥物改变无？结婚了后，他甲有囝儿了后，改变哦，啊，就还没有特别感觉，无特别的感觉。就有啦，但是就是有快乐很多啦，对，有快乐不同的快乐层面，对，对。恁两个敢是个性拢真相共的人，还是讲有这个互相弥补安尼？你感觉？阮生日一届相共啦，我19岁13号9月，啊年岁无讲做相共，哦，阮相差13岁13啊，会使啊个性是蛮像的啦，啊，个会使想象就是13岁年龄的差异来看待社会囡仔未来，有多多少少有一寡差别啦。啊，另外个是我是细汉的移民喺美国，啊，迄个家拢是一直拢是在地，所以有当时啊，迄个社会观、价值观，那无一定共还款。需要时间来去沟通。啊，这部分就是人人拢共款啦，吼，这无一定是技巧部才有的代志。对啊，若是有爱，就有爱想出办法，啊，但一寡无相共的物件，嘛会使变成继续无相共，啊，毋过彼此接受，哎。啊，无就是变成有一个共识啊。我是认为讲，人有一个本性啦，吼，你若调整伤多，你会变做有一种期待着，你会希望伊会甲你 feedback， 啊，这种时阵就会产生一寡落差啦。哦，对啦，就是调整，啊，毋过莫认为是要逼对方改变，啊嘛是莫。因为迄个妥协改变较特地安尼，这个原则是爱安尼维持，无简单。啊，毋过我感觉爱学习就是爱学习，这亲像对这两只恁两个吼。啊，咱头也看到你甲囡仔的这个互动，吼，咱跟 partner 的互动。观众朋友也是好奇啦，吼，讲实际上咱已经真了解讲。在台湾有真侪同志，不管是在事业还是专业顶头，其实甲咱一般人拢同款，甚至搁较杰出。你会跳出来啊，甲恁爸爸妈妈讲，这是有在压力之下，还是讲社会这个气氛已经到了，互你来决定讲，我要甲因讲。我其实出国，为大学的一直出国啊，甲足侪人拢出国，学校的老师啊、同学啊、朋友啊，啊除了爸爸妈妈，一般人拢安尼。啊，爸爸妈妈是上疼囡仔的人嘛吼，啊我是全世界是上爱呢，啊我感觉袂使搁安尼落去隐瞒我上爱的人，因为隐瞒有啥物后果咧？就是你足侪要甲伊分享的代志，拢讲袂出来。啊，迄个爸爸妈妈看囡仔，距离的越拉越远，吼。啊，我感觉安尼真正袂使落去啊，因为我已经40岁啊，吼。啊，我伫外口，伫台北，伫外国，这里的开放，啊，转来甲高雄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对我来讲，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嘛足大。啊，另外上重要就是讲，我感觉40岁，我有真正开始考虑要成家，要开始有囡仔。啊，我无希望我生囡仔起来，阮爸爸妈妈拢唔知，吼啊，家己的家庭，迄个有一个阿公阿嬷拢无可能见着面，啊，所以我感觉迄时阵就是决定这个决心，爱甲心的代志拢讲出来，啊，不管偌惊，啊，我感觉后果是可能因会接受我啦，啊，毋过囡仔拢无想要甲因的父母亲，无希望因父母亲会失望嘛。啊，无希望父母亲会感觉，这个囡仔传宗接代，这个代志要安怎？吼，啊，感觉迄时阵也是家己想好啊，要成家啊，所以这代志家己讲要出国，啊，我家己嘛有兴趣成家，可能是对我来讲，对因来讲，拢是一个好的
发展的。相对来讲，真侪世界各国的人拢感觉亚洲来讲啊，吼，台湾是一个真适合这个族群会当生活的所在。嘛有真侪外国人想要来，想要来住。以外国人来看，你认为咱必须爱安怎来改善咱的环境，或者是讲法令，或者讲外国人会当来遮工作，变做更较 diversity。会当互咱台湾真正除了法令领先以外，在环境上，在就业的环境上，会当来改变整个社会。这个问题问起来足复杂的，回答嘛会变成足复杂的。不过我会先讲啦，我真正感觉一个同志住伫台湾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因为阮看阮迄个邻居啊，像讲马来西亚、印尼啊、大陆啊，大陆连拍 BL 同志的片拢无可能。即马伫亚洲，敢咱2个国家有真正通过同婚合法，就是台湾跟尼泊尔，真正拢足幸福啊啦。若是讲为我的角度，我希望有啥物代志会使搁加强。我就是会讲迄个同志家庭，因为我本身就是有2个囡仔的爸爸，我嘛是希望迄个台湾愈来愈侪有即款 diverse 的家庭。因大汉的时阵，变成讲伊虽然是来自同志家庭，毋过因会感觉因比别人较歹，较无相共。若是有机会，台湾你讲甲 diversity 会使迄个邀请更多。非台湾的人来台湾住，来做工课，透过这款的环境，甲阮2030年不是要全国双语那个国家这样子的一个促进，我感觉拢是我做看好的代志。我想要讲甲这个同志爸爸的新闻啦，就是像讲你头拄问讲。若是即马迄个要出柜有啥物代志感觉会使是重要的。我感觉足侪爸爸妈妈关心的，就是我头拄讲的传宗接代。我就是透过嘎嘎乌拉拉跟阮的原创，拍出迄个酷盖爸爸，就是亚洲第一个在讲同志家庭的故事。这个放伫阮这个平台了呢。不止敢若伫嘎嘎乌拉尔，嘛授权予 MOD 啊、My Video 啊、Friday 啊、KKTV 啊、Catch Play， 就是希望讲愈侪人会使看到这个故事，会愈了解讲其实迄个同志跟一般社会大众是拢相共的安尼。应该呢讲就是你头讲着讲2030，台湾变做一个双语国家其实。有真侪路径真侪途径比如讲双语的教育也好，还是安怎，我认为其实恁这路是真重要的。因为伊是一个指标性的物件。咱来看真侪即西门町也好，台北车头附近，真侪咱这个族群的人，拢会来到台湾。伊大小的所在拢是在附近。甚至也变成一个 community，办活动也好，还是讲演绎也好，还是网络顶头写这个 discourse，真侪拢咧写台湾的即某种代志，我认为是真有可能性啦。我相信你已经拢思考足济生活经验，互你有 feedback。所以你咧看剧本的时阵，你会特别来看讲这个剧本安尼有 make sense，会当。达到这个沟通的效果，你敢有逐剧本拢特别去看？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迄个剧本爱好啦，会使感动人啦，迄个会使对话是逼真的啦，因为你安那有逼真的，真正会互人感觉这看会落去透过这个台词这些角色看到家己的生命，无就是讲想到这个生命若是伫我熟悉的人的生活里面，会生咧去安怎款所以这当然嘛是考虑会到
我感觉做这个平台一个好处，就是讲我有这个机会，会使选我感觉有机会会使做这些改编的这个剧本，还是内容来做导主。就讲我头拄仔讲的，酷盖爸爸，还是阮迄个旧年嘛是有迄个找阮本身是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赖佩霞，来拍一个女同志的影片，来针对首领女同志伫台湾的社会。所以因的处境，所以我足介意，嘛是感觉足庆幸有这个机会，会使透过阮的平台，阮透过阮的制作，甲台湾一寡有意思应该互愈侪人知影的故事，会使甲伊呈现到平台上，互全世界人的机会看到这台湾的故事，因为这台湾的故事就是全世界人的故事。台湾人的故事就是全世界人的故事，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透过这伊的故事，伊会当了解别人的故事，那每一个人把这个故事贡献出来，而且会当甲人沟通，大家世界和平。讲起来敢若真义薄云天，但是这是事实。就每一个人透过伊家己的故事来交流，看到，虽然伊甲我无共款，但是伊内在心理所反映的物件是甲我共款，有志一同的。我认为同志应该是叫做有志一同的同志。咱拢是地球的同志。是，感谢你，是，多谢主持人。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